正所謂淺層肌肉負責肢體嘅喐動，深層肌肉負責關節嘅穩定。對應唔同嘅人咧，有唔同嘅勞損嘅。如果你平時有做開訓練，舒緩嘅時候係咪淨係拉筋就夠咧？咁樣都要分深淺兩層唔同嘅處理嘅。如果你有跑開步嘅時候，跑完步之後做舒緩，但係鬆嚟鬆去、拉嚟拉去都鬆唔到個小腿肌肉嘅時候咧，可能你完全忽略咗深層肌肉未被舒緩喎嚇。咁平時點樣做咧？咁樣可能會用呢個 foam roller 嘅時候咧，擺喺地下嚇，用呢個方式咧去滾按咧，咁啊已經可以做到舒緩。但係係咪大力啲嘅時候就可以按到個深層肌肉咧？咁樣要分深淺兩層嘅時候咧，就好似坐喺地下嘅時候，呢個小腿嘅位置喺後邊拍落去嘅時候咧，好明顯就係淺層啦。咁再入啲，咪就係深層咯，係咪？咁喺後邊摸係摸唔到嘅喎，原來喺側邊摸咧就摸到㗎啦。我哋用呢個風車腳嘅形式先嚇，嗱。坐喺地下，跟住喺上邊摸落去咧，喺中間呢個位置咧，原來就係深層嘅比目魚肌啦。咁喺高段至低段咧，今次可以用石波或者你用按摩球，咁去點按或者碌按撳住佢嘅時候，加少少重量壓力咧，咁就已經可以幫自己做到舒緩㗎啦。徒手得唔得咧？咁樣亦都得嘅。坐喺度嘅時候咧，右腳動起，左手用呢個方式扣住喺小腿呢個位置嘅時候咧，手指公掂到嘅地方咧，原來就係深層嘅比目魚肌啦。來回你亦都可以幫自己容易做到舒緩嘅。OK 嚇。如果你興趣小腿嘅肌肉做更加多嘅舒緩，包括直腳拉淺層肌肉、曲腳拉筋拉深層肌肉，仲有一啲跪壓嘅方式嘅時候咧，首先我邀請你訂閱我哋頻道先。我哋頻道入邊咧已經有超過聊聊健身影片400集咁多噶啦，OK 啊？訂閱咗頻道嘅時候咧，撳埋通知個鐘仔，我哋下次出片咧你就唔會錯噶啦。如果你對今集嘅內容有更加多詳細嘅想知嘅嘢嘅時候咧，歡迎喺下邊留言話俾我聽，或者你睇下附近嘅描述文字咧有詳細嘅解釋嘅。